经文以赛亚书61章1到3节。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，叫我报好信息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捆绑的得自由，宣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的上帝报仇的日子，安慰所有悲哀的人，为喜爱悲哀的人赐皇冠代替灰烬，喜乐的油代替悲哀，赞美为衣代替忧伤的灵，称他们为公义树，是耶和华所栽种的，为要彰显他的荣耀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谢谢你的诞生，带给我们生命的起头及对人生的盼望，也让我们即使遇到困难，因着依靠你而不被打败。更求神在新的一年加添力量，在我们的生命因着你的从天而来的恩典，使我们凡事都能做。求你重新建造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也重新出发，面对家庭、工作、学业、教会事工，力上加力，恩上加恩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